不過一戰打輸之後喺1919年被迫簽下呢個凡爾賽條約，契約入邊寫得好清楚，德國陸軍最多10萬人，禁止徵兵制，禁止擁有空軍、坦克等等嘅裝備。喺1933年希特拉上台之後，一方面對住全世界高喊德國當前嘅問題唔可以透過戰爭嚟解決，一方面佢偷偷地咁樣重新啟動呢個軍備生產。表面上得10萬正規軍，但係轉頭就大幅擴張所謂嘅勞動服務隊、體育會、保安部隊嘅組織，口講就係搬磚頭、搞體育、維持秩序，實際上佢哋嘅訓練同正規軍係冇分別嘅。坦克你唔俾我做，咁我就做呢個農業拖拉機；唔准我發展空軍，咁我就開一個民用嘅航空公司，話發展旅遊業，順手起埋機場做飛機，用嚟培訓呢個商業嘅機師。表面睇全部都合法，但係實際上係每一步都試緊你條底線。呢種一邊扮守規矩，一邊挑戰你底線嘅做法，就係邪惡最可笑，亦都係最危險嘅地方。